會有香港壓力應援第四季感性與理性第6集生命之光。要突破媒體世界將人調解而失去知情權，將資訊中介而操控公眾意見，反過嚟要回復直觀人與人直接而具體嘅溝通。當然對重構共同體關係同公民意識意義重大。只不過人面對面溝通有佢嘅限制，群體規模只要稍大咁就好難 work。仲有，當你冇法子同一啲人見面交流，輕則你就可能忽略佢哋嘅存在同需求。正如所謂邊緣群體同小眾嘅生活方式，好易被隱形。嚴重嚟講，人際關係只限於可見嘅範圍。正如解構學大師德里達 Derrida 對佢亦師亦友嘅納維納斯嘅批評，對可見以外嘅人嚟講，已經構成咗暴力同死亡。因而叫他者倫理文明嘅納維納斯轉向，將語言納入他者之列。順便一提，in case 有朋友對 Levinas 嘅學説有興趣，其實 Levinas 晚年又回敬咗德里達一版，就係從本體論嘅語言轉向生命，提出生命比此在嘅存有更加基要。我得説回頭，面對面對話交流以外，語言上嘅傳通有助於擴大感知上面嘅圈子，叫人見多識廣。哲學用語嚟講，就係由個別性 the particular 串連到普遍性 the universal。所以抗衡媒體同意象世界對人知情權同人具體交往嘅侵蝕，語言溝通絕對不容忽視。呢點布希亞遠比維利里奧深入得多。布希亞探究喺語言上點樣從符像價值裏面揾翻仲未中介嘅使用價值。佢提出以詩性語言同解密方式喺無限量咁自我生產嘅視像同語言系統裏邊重尋所指之物，即具體而實在嘅事物，而唔單係符像相互之間、語言表述之間不斷自我生成咁繁衍嘅表述啊。例如社媒上某啲節目類型或故事大受歡迎，就會衍生好多模仿同埋造作類似嘅節目啦。詩性語言之所以重要，根據布希亞，由於詩講求意境，詩寫意，讀者必須主動地運用佢哋經歷，通過聯想先至可能入境入情。我總算去過3次超過1個月嘅背包旅程，知道 killing time 等時間係咩意思啊？而媒體上呈現嘅旅行節目，淨係讓你睇到所謂精華片段啊。上世紀德國詩人里爾克 Rilke 有句詩寫蘋果喺廚房台上慢慢凋謝嘅過程，叫我憶起旅程上感受時間嘅延宕，對人生命歷練嘅衝擊。不過好多人，尤其是香港人都未必有咁嘅詩興，係咪？至於解碼喺句子裏邊揾可能有嘅密碼，好似玩文字遊戲咁。例如語帶相關咁，叫港共官員要有獨立思想，或者講好多人好唔話得。其他方式包括導讀，調翻轉頭嚟咁樣讀，或者時事評論家對政要發言嘅用字仔細分析，拆穿西洋鏡都係好有趣嘅。解密嘅秘訣就係要我哋留心語言表述喺細眉細眼嘅地方拿捏故中潛藏嘅真相。受文化研究嘅訓練，其實我習慣遠觀並且揚聲媒體指涉同生活各類嘅事物。我好氹氣叫人哋躬身自省，其實就係呢個意思啦。不過抵禦媒體對共同體嘅破壞，我哋仲可以借用本雅明描繪說故事的人嘅特徵。佢話有啲作者筆下嘅世界係會令人觸目驚心嘅，正如獨裁魔爪下嘅香港。當然，本雅明又未預料到虛擬機器下嘅符像世界又係咁愚人、娛樂人，同時又愚弄人。有趣嘅係，佢將說故事嘅講說者同童話以及傳奇相比擬。童話講脫臉，而傳奇
講開闊同埋自我解放嘅人。今日對睇卡通同漫畫長大嘅人嚟講，可能淨係識得升呢多過神奇嘅脫險。童話好似小飛俠 Peter Pan， 故事發生喺未有疫苗、未有抗生素時代嘅倫敦。兒童患病，小飛俠就嚟同佢一齊歷奇。佢哋遇上首領係有隻鐵鈎假手嘅海盜，逃命唔可以俾鐵鈎海盜船長捉到。典故係保羅喺新約聖經宣稱，死亡嘅鐵鈎已經被刻成。當年好多感染，好易為兒童帶嚟致命嘅後果。家長讀小飛俠故事俾仔女聽，鼓勵佢哋要逃過死亡嘅鐵鈎，唔好變成不再長大嘅 Peter Pan。本雅明話：當缺少良好指導，童話就會俾我哋好好嘅輔導；當需要最強烈嘅時候，童話又會最就近咁伸出援手。呢啲需要就係魔咒帶嚟嘅惡果啦。畢竟童話係人類為咗消解噩夢最古早嘅處理手法。當莎士比亞嗰啲悲劇裏邊，宮廷嘅漁人 court fool 裝傻扮懵，但喺童話裏邊嘅年輕人就要面對，而且要克勝恐懼，大不了變做 Peter Pan 幫其他細路脫險。本雅明有玩字，童話叫年輕人提高勇氣，德文勇氣 Mut M-U-T 可以兩極化分成 Undermut 意思狡黠，與 Übermut 意指意氣風發。Under 英文係 under 低調嘅勇氣，意指狡黠；而 Über 即 over 高調嘅勇氣表現出嚟就係趾高氣揚啦。勇氣未能霸氣登場嘅時候，狡黠；當勇氣要霸氣登場啦，精神抖擻、正義凜然、奮勇咁全力掃除陰暗同埋邪惡。本雅明接續表明，童話擁有解放人嘅法力，並非將天地正氣帶入童話裏面，反而童話叫我哋同自我解放嘅人結成夥伴。佢話兒童最先喺童話遇上開闊嘅人，即係好似寫 Peter Pan 故事嘅人，叫患病兒童感到快慰。對被生活壓制得繃緊嘅成年人嚟講，只會喺佢哋偶爾放鬆同寬慰嘅時候，先至會感受到同開闊嘅人同行。如果你問我，我係個細路，為自己對香港文化嘅表述感到歡慰、認同，並與胸懷開闊嘅人結伴同行，深感滿足。而胸懷開闊者指向神秘嘅傳奇人物啊！本雅明冇講好多關於傳奇 legend 嘅意思，但係佢喺說故事者好似萊斯海夫身上體現出一種解除魔咒嘅童話元素。講故事吸引人注意當然重要，呢點我好慚愧。但係講故事並唔係單講好聽叫人中意，最好嘅故事必須具備童話式解除魔咒即解咒嘅力量。因為現代社會強加好多緊箍咒喺人嘅身上邊，例如 AI 忽忽揚揚之際，已經有研究計劃觀察當人冇咗工作，只能夠領定額嘅生活費，究竟會構成點樣嘅生活方式？現代人唔容易過到自然自在滿足自己嘅生活。更重要嘅係香港當下遇到嘅壓迫同破壞，我哋需要勇氣，要有從黑暗與噩夢中神奇地甩爛嘅自信。換言之，香港故事同香港研究必須涉及呢種神秘嘅解咒力量。你可以指責我唔科學唔理性，事實係我哋已經有一班神秘嘅傳奇人物喺小監獄裏面。我哋有黎智英、戴耀廷、周幸彤、何桂蘭等等，佢哋為咗和平、自由、民主同自決嘅香港犧牲自己嘅自由。佢哋理唔理性呢？我可以清楚話俾你聽，佢哋嘅想法超越咗我哋習以為常嘅計算式理性。當一啲想法並唔遵守現代理性嘅成規，我哋稱之為神秘嘅思想啊！之前講過，土人向巫師問點解淨係佢喺嗰條路踢到嘢造成感染，因為現代自然科學只能解釋一般嘅因果關係，所謂客觀嘅因果，而唔觸及到點解係我
呢個切身同個人嘅問題。解放咗同開闊嘅傳奇人物，唔可以同都市傳奇或者日事相提並論。除咗解咒之外，本雅明引用德國哲學家布洛克 Ernst Bloch 嘅分析，認為傳奇人物可以同中國道教道士相比擬。道士堪稱為神秘人物，根據布洛克，尤其係古早嘅一輩，佢哋修煉自身，對自然世界作出嶄深嘅觀察。佢咁寫：童話跟傳奇嘅關係，在某一點上，傳奇脫離被咒詛嘅位置，挽救生命之火，尤其是在人內在和外在安靜地燃亮着的生命之火。我哋要有叫人生命之火不斷燃亮嘅故事，具備童話以及傳奇色彩嘅故事。如果你仍然為香港堅持，你唔單止係你本身嘅傳奇，更加係香港故事嘅傳奇。繼續歷奇，再聚。